去年2024巴黎文化奥运的期间，台湾馆唔但有精彩的艺文表演，而且嘛用办桌的概念，互真侪来参观的外国人会当食到咱台湾的酸仔，也佮有美如等等真有特色的食食。这几年伫巴黎卖台湾菜店头是愈来愈多，有台湾人伫咧巴黎卖便当嘛开餐厅，而且是坚持无要为法国人来改变咱原地口味。会安尼做，就是为着要证明咱台湾食食文化价值，而且嘛要利用这文化的外交，要互更较侪人知影咱台湾的特色。有空吧，红烧牛肉，也有培玲啊和豆干。店头家甲法国的人客详细介绍台湾口味的便当定有的菜色。伫咧法国一般来讲，都讲有2点钟的向导时间，真侪人拢会出来买食的顺续拍日头。法国的人客表示，珍贵的休困时間，像便當安尼，逐項菜攏通揀家己上喜意的，這是真享受的代志。Pour moi, le plat préféré, c'est le poulet basilic. Ouais. Accompagnement, bah, du coup, épinards et champignons. En France, on aime bien choisir. Enfin, il y a beaucoup de restaurants maintenant où on fait soi-même son plat. Donc, je pense que c'est bien d'avoir plusieurs choix comme ça. Donc, ouais, c'est très bien. 伫咧巴黎卖便当开台湾菜餐厅店头家来自中华乐港，伊讲家己用过伫巴黎读册的时，伫学校捌以bản島文化筹備台灣酒，200人份的料理一下啊掃了了，互伊有勇氣伫咧巴黎開店。店頭家講，若是因為思念故鄉才做台灣菜，伊堅持無要為法國人改變台灣口味，就是要證明台灣的食食文化的價值和特殊性。我做這間餐廳有足大一部分就是講，我想要證明給大家看。其實台灣的料理伫巴黎嘛，咱啥物攏免改變的狀況底下，咱就是用我記憶中媽媽煮互我食的物件，阿嬷煮互我食的物件，咱就是用這種物件咧，會當感動巴黎人。王惠前講，伊特別唔伫咧亞洲餐廳區開店，用屈強的韌性堅持落來。高達8年來，人客有9成攏是法國人。伊認為在外國開店，要有這款開拓的和陽光性，踏出舒適的口仔，用文化外交甲台灣這個看板，互愈濟人知影。伫咧法國巴黎這個國際的大都市，有非常多元的食食文化，但不是伫街仔路攏通看到亞洲的餐廳，也是各國的美食。王惠前講，伊人伫咧國外待這麼多年，伊認為咱愛對家己的文化有信心。伊認為講，愈在地是愈國際，台灣只要維持咱的文化，安尼就是拍開世界進捌台灣的通路。以上是記者盧尚如和林曉凱伫咧法國巴黎的採訪報道。